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回关新笔记，甲私人各界继续搜救外界批评 F-16V 战机无自动防空系统，嘛无飞行员的防寒衣，国防部嘛做出回应。总统赖清德讲，因为任何节和中国跨境顶压力人民感觉骄傲，伊欢迎审查陆海空军宪法，军人对第二效忠上侪判7档。气象署继续针对17个县市发布10度以下的低温特报，早起要9点的时，嘉义阿里山南北东又搁落雪咯。来看空军的回关新辟的西 F-16V 战机伫花莲的外海失联，总统赖清德今仔是表示讲，国军搁有海巡搁继续的搜救，望国人嘛为回关来祈福。另外，外界批评 F-16V 战机无自动防浪的系统，嘛无飞行员的防寒衣。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防寒衣按算3月进前会交货，自动防浪系统嘛要拼明年会当来完成。第报名海巡守护舰依然在花莲外海7号前外海上继续敲吹失联 F-16V 回关新笔记。花莲海巡队用相挺编制进行联合敲吹，花莲舰侧背透早也被看到准备出港维持适时海域。海巡人员沿河边继续敲吹，通信车伫边太平回关新笔记进行3 F-16V 意外失事。总统大清德高度关心，强调国军海巡游员全力搜救。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海军派出30架无人机、2架无人机，海军甲海巡总共22架舰艇，陆上180官兵投入搜救。针对新笔记反映 F-16V 任务电脑 MMC 故障，国防部长顾立雄亲身回应。在114年1月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了。F-16V 的相关装备包含防寒衫、自动防浪的系统，被质疑完无到位。顾立雄承认去年军购防寒衫，按照今年3月进前全部交货，自动防浪的系统类比整合算会按延改，要拼明年全部验证。议会来问买66架 F-16V 新机的进度。到1月7号为止，成生产线在线组装已经有56架，那这个有46架的单座机跟10架的双座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上半年如何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它第1架整个的测试。F-16V 失事，空军下令执行天安体检，外界烦恼中共会加大绕台日头，恐然影响战备。顾立雄回应，体检作业拜6完成，空防维护空防。记者综合报道。昨空军说明讲，回关新辟的失联进前有回报，讲电脑 MMC 可能故障。回关嘛知伊可能产生空间微向，无法度掌握高度甲方向。有军事专家就指出讲，飞行员空间微向产生错觉是上危险的状况。失事的回关新笔记目前还搁咧搜救，这件事故也互外界关注战机飞行当中飞行员正瓦壳的关键系统模组化任务电脑 MMC。军事专家形容 MMC 就亲像是战机的大脑甲神经中枢。F-16上面上百种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靠它来做这个我们来讲说转译也好，还是去显示也好。所以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一个。F-16战机有上百种感测器、航电甲武器系统，各种资讯必须要透过 MMC 整合甲显示，飞行员才会当伫咧高速高压的飞行环境内底即时判断操作。尤其伫咧训练、美试等等视觉无啥通参考的状况之下，佫较需要客家的资讯，因为空间辨识是飞行员上致命的风险之一。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最容易有这种经验。我就低头去看个东西，突然我看旁边的车在走，其实我以为我的车在走，对，其实是旁边的车在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视觉告诉我说，相对运动出来了。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战机伫暗时7点27分的时，飞行的高度差不多是7600尺。新笔记反映伫训练试线器48秒了后，高度已经降到4000尺。7点28分发出3界跳线了后，雷达光点消失去。有专家认为，战机自动防浪的系统伫紧急时刻也会当有帮助。我们比较早买 F-16，好提前享受。但问题是，后续的批次它搞不好又有性能更新呐，性能更新、性能提升啊。
你旧的我们虽然说有经过凤展专案去做更新，但是目前已知好像还是没有装。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事故原因也阁需要厘清。外界也毋忙赶紧传出好消息。公司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F-16战机失事，在野党质疑讲 F-16战机要加装自动防禦系统，嘛已经付款了，也毋过到单一台拢也未装。国民党的立委嘛批评讲，国防预算一直在变，也毋过装备却拢无到位。这么冷的天气，海水的温度这么低，可是我们的飞行员他没有防寒衣，现在才想到，我们的防寒衣还没有到位。我们发生坠机了。我们才想到，我们有很多的防撞系统在我们的机型上面有很多也都没有装设。把这些力气放在真正对未来国防力量的建立有效的讨论才是帮助。呼吁在这段期间，还是不分朝野支持我们的国防安全，就从预算跟条例的互为审议开始。郑嘉宾讲，目前上重要就是希望飞官会当平安哦。最近伫网络有人甲 F-16的这个事故，甲国防预算、国防特别条例牵拖做伙，伊是认为应该不分朝野，以支持国防自我防卫立场，好好来做讨论，对国家的安全才有帮助。再来看中国国台办，佮公布台独分子有部长，佮有检察官。总统赖清德今仔是表示讲，伊身为总统，对任何一个互中国跨境顶阿要人民感觉骄傲。另外，面对中共统战渗透，行政院版本的《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的修正草案，今仔送立法院的委员会审查。那现役军人对敌人表示效忠，上侪是当判7档的有期徒刑。身为总统。对任何一个被中国进行跨境镇压的人民感到骄傲，都能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奋斗，毫不畏惧中国的威胁。回应中国国台办前一天，甲内政部长刘世芳甲部长陈英耀列做台独顽固分子，头一届甲侦办国安案件的国检署检察官陈思怡列入台独的助手。总统赖清德讲两番互不隶属，中国公权力伫台湾无适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硬画声。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清楚了解，对台湾进行针对性的军演，绝对不是和平的行动；对台湾进行统战渗透、跨境镇压，更不可能达到统一台湾的目标，绝对不容许中国的压力、中国的手伸进台湾这块土地上来。罗总统呼吁朝野立委赶紧审查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支持国家。面对中国持续统战渗透，行政院会去年12月通过《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修正草案，明定现役军人若做用言语等方式对敌人表示效忠，最高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无尽职导航的，提高刑度上当判10年。增订意味甲阴谋犯处罚规定，不过真侪的民进党立委是提出更加严的版本。加了足以生军事上不利益或是玷污国家荣誉这些文字，但是因为他这一个军人，他最重要就是要对国家忠诚。没有，我就转传，就是连这种说转传啊，然后这种行为我们都不乐见啊。如果我在脸书上面按赞、转发、引用、点阅、分享，或者是私讯留言，这个算不算？这个都没有明确。每一个个案都会很谨慎的处理，而且每个个案会确实调查他们有具体的行为，以及他是否涉犯。哪里拢有立委认为相关修法规范样态的认定爱更较明确。司法院嘛表示，效忠的表示含义相宽，建议爱增加适性犯这个要件，像讲损害军事利益等，安尼才符合刑法的最后手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降温的影响，云林高坑透早只有6.7度。气象署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提醒中部以北东部天气是真寒。明仔载虽然大陆冷气团会淡薄减弱，也毋过各地云会较少，辐射降温会愈明显。拜五、拜六透早温度是愈低。学生囡仔摕遥控器开教室的烧气，伫云林高坑海拔差不多800公尺的中湖国中，透早低温伫10度以下。伫大班有冷气的政策，学校因为海拔较悬，冷气无接用，电到寒天会当适时切换烧气，让师生伫教室较袂寒。自己觉得其实比较温暖，有稍微比较
专心一点。会有蛮多人，或者包括我自己，不太敢走出去。然后我们学生甚至在教室里面会有毯子。涂骹还有一寡幼兵，合欢山详细楼透早低温加水汽通过，有落米雪，规个望气山区白死死。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低温特报。透早西半部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低温搁再降低。云林高溪7到6度7，嘉义德加低温7度9，金门的金湖嘛敢若8度1。气象署讲，拜四东北风正方面会搁落阵雨，拜五开始到拜六水汽减少，辐射冷却的效应会搁较明显，透早低温会搁较低。辐射冷却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还有周晚上到周六清晨这段时间，它的低温都会相较今天清晨来说来得更低很多，尤其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天气风险公司指出，拜六日时是冷空气强度较冷芳的时阵，暗时开始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搁落来，天气持续偏冷。后礼拜一日时开始高温会回升，看一波较冷的冷空气落南，可能会伫后礼拜18这卡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海拔2000外公尺的嘉义县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伫早起要9点的时候开始落雪咯，大概是落20分钟。阿里山气象站是表示讲，顶一摆阿里山落雪已经是8冬前咯。今仔透早温度真低，水汽阁真饱甜，所以阿里山就开始落雪。早起8点外，阿里山珠山车站外口落着雪甲米雪。阿里山气象站指出，早时的温度只有2度左右，佮加上水汽的配合。和阿里山包括珠山车站、塔塔加的所在，难得出现落雪的天气。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珠山车站，大概8点50分的时候，气温2度，那有下了大概5到10分钟的雪。那因为现在白天随着气温上升，现在气温大概是3度，现在是在下冰线的状态。阿里山气象站表示，即届落雪区域无大，时间嘛无长，所以园区内底较侪是落沙沙巴雨，也是落米雪。这嘛是自2018以来，阿里山搁再次出现落雪的画面。查过之后是2018年1月10号是最近一次的降雪这样子，因为今天的水汽是条件是比较充足的，然后天气也就是比较是转阴有雨的状况，所以虽然地面温度是大概是摄氏2度左右。气象站嘛指出，敢会搁落雪，爱看山路的温度甲水汽，嘛是因为低温的关系，山顶早时的路面可能会因为湿湿有结冰的状况，民众若要入山区，爱注意个人的保暖甲行车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透早5点外，屏东内部一栋大楼火烧，2楼开始着火，有4个住户受伤，其中有一对母仔囝、查某囝本地失去性命的现象，家在送病院有恢复意识，目前是伫家护病房在观察。附近的住户是表示讲，敢若有听到这对母仔囝在冤家的声，也毋过实际着火的原因爱个调查。几来位大楼的住户走出来徛伫路边，看消防人员出入无用拍火。对大楼另一个角度看，消防人员也未到进前，就有民众有水管咧斗救火。涂骹阁看会到火咧熄的反光，可见火烧未细。住伫这搭社区的其他住户拢表示，早起互管理员的广播插磬，就赶紧撞出来。好佳在消防队真紧就甲火拍花。其实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发生火灾，然后其他住户就是我听到里面在吵架。5点40、5点45就听到一直在广播火灾，下来的时候全部都已经人都已经全部都在下面了。赶紧下楼啊！哦，然后嘞？然后就跑出外面啦。那你们知道是为什么会引发火灾的吗？不知道，反正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所以听到有些住户有听到争吵的声音。没有。这场火警是发生在早起5点外，屏东内部光明路这栋大楼对2楼一户传出火烧，这户住一对母仔囝，71年厝的查某囝互大烟砸到，一度失去心跳，送病院了后有恢复意识，转到家护病房观察。妈妈伤势较轻，火势伫6点21分拍花，火调的人员嘛随后进入现场调查。那个你要是躲到浴室，就在因为消防队去拉出来的时候在浴室，消防队送过去就是有呛伤这样。在起火户救出一名意识模糊女性民众，约43岁，有轻微生命征象，送往国人医院抢救，共计疏散民众43人。因为有住户讲，敢若有听到这对母仔囝冤家，最惊是放火烧，影响到大楼民众的生命安全。不过警方到现场了解，表示暂时无听到有冤家的情况，实际起火的原因，阁要等监视人员调查。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台南安南区城西燕麦场3公前又个导火，最近一档已经烧4届了，附近的民众是真无奈。台南市环保局嘛表示讲，目前24点钟拢有保安在巡，嘛继续伫粪扫的顶头来看图，嘛个当来减少导火传出去的风险。警消人员伫边仔警戒大批废弃物也一直清烟，也过好佳在这波的导火点是伫坎头的杨麦面标站，研判是因为最近天气干燥，长时间堆地协作刷烧起来。孙检员发现了后，随通报几点钟来用火拍花，也过加上这摆导火已经是1年来台南城西杨麦场的第4摆火警，一直导火烧起来，互附近的居民真无奈。有烧大的、烧小的啊，有那些烧几6工的啊。粪扫味足重，你是透北风啊，阮才所骗袂得啊！你也爱到热人透西南风较会。因为晨曦焚化炉在地方其实已经影响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这个火灾不断，又让大家的身家财产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不要每次说会提供监督，结果后来还是一再的火灾城西燕麦场去年3月21，3期燕麦场区导火，10月15日期燕麦场火警，11月30日期场区佫发生大火，今年1月初5日期场佫一摆烧起来。民代要求及时监控降温，若有人员甲设备不足的问题，爱随提出佫改正。对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24点钟人员巡查者，发现各样的情形，会随通报环保局甲消防局来处理。我们目前已经装设这个摄影镜头，那搭配人眼的巡检，那后续呢，我们会再结合 AI 辨识的系统，那希望能够补足人力巡查的不足，来预防后续掩埋场再次着火的情形。另外，环保局也继续办理统出来粪扫勘图作业，降低粪扫直接暴露伫外界环境，呼吁落实粪扫分类，避免危险物品淋入燕麦场。当时城西焚化精神炉有计3月底试运转，到时阵山顶粪扫、燕麦场即卖粪扫渐渐转互焚化炉来处理，会当有效增加气化的速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强烈极地冷空气对全欧洲造成影响。荷兰、英国到匈牙利、到巴尼干半岛，拢会落大雪，是非常的寒，甚至有个做大水。荷兰的机场嘛，因为这雪取消超过800个航班。苏格兰甲巴尼干地区交通瘫痪，毛未少民众因为饮水脱离。欧洲上届无用的航空站之一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互大雪砍掉了，变作白茫茫的世界。机场1月初7宣布数百个航班取消，内底旅客客甲伫天，有人等甲伤忝，直接困伫涂骹。机场也赶紧设数百张行军床，也提供早顿。I've got to fly today to Düsseldorf, and then they told me it was cancelled. I have to fly to Paris, and they told me it's cancelled. Come from the train, and they told me there's no train. It's the third day today because I've been here since Sunday night. Horrible, to be honest. 除了航空、公路交通同款真吃力，卡车伫高速公路打出去，吐西车速度真慢，荷兰公路差不多踏要700公里。也若伫苏格兰北部阿匹丁郡，甲这场大雪宣告是重大事件，学校甲托儿所连续3天拢停课。Some of the main roads have been fairly difficult. Some of the side roads have been almost impassable. We get as far as we can, and then it means you might have to walk for a little bit to try and assist people who need your help. 欧洲中部国家匈牙利即雪是即几冬来上高的，动物园内底北极熊算甲真欢喜，布达佩斯居民也欢喜出门来耍雪。也毋过，即场强烈极地冷空气对巴尔干半岛带来大冲击。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那首都塞拉耶夫通报过去48点钟落雪70公分，市区的交通咧要停去。Our hands are freezing. I wasn't expecting it to be so high. 极地冷空气落南，搁落大水雨。蒙特内哥罗有人因为大水脱离，目前冷气团也未登河，或者是高雷地的风暴会侵袭英格兰南部。当局继续发布第2高等级的甘蔗色警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的军方昨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扣押2只委内瑞拉的游轮，其中有1只搁挂罗西亚的国旗。有报道嘛指出讲，罗西亚搁有出动畅水舰队保护。美军的行动是无受到任何抵抗，英国海军搁提供支援。
就伫咧加勒比海甲船长号游船载落来无到1个月时间，美军查测第3摆以违反制裁做理由出手南查口亚委内瑞拉有关系游船，而且这摆军事行动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两架进行。伫加勒比海游船号做索菲亚号，另外一只是原底号做贝拉1号的马林雷拉号。 This was a Venezuelan shadow fleet vessel that has transported sanctioned oil. The vessel was deemed stateless after flying a false flag, and it had a judicial seizure order. And that's why the crew will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这只原底挂盖亚纳基亚游船，去年为伊朗出发，疑似原底暗算伫咧委内瑞拉增运石油，不过伫咧空船闪过美方的临检了后，就改做挂罗西亚的国旗，佮改名做马林雷拉号。还有报道指出，莫斯科政府派海军舰艇来保护。美军用2礼拜时间追踪，最后伫咧冰岛甲苏格兰附近的海域进行南查口亚行动。 英国海军阁提供海上甲空中的后勤支援。国防大臣施里迄天伫咧国会议场指出，英国、美国有双边安全防卫合作关系，也若英国提供的资源完全符合国际法。罗西亚交通部表示，这是以临时稳准的方式，才稳准这只游船挂罗西亚的国旗。其他国家是无权对合法注册船使用武力，而且要求美国好好款待船顶的罗西亚公民，稳准因赶紧返去罗西亚。 另外一方面，因为无经过国会授权出兵逮捕美国总统马杜罗，去互国会机关抢的美国国务卿 Rubio， 切实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有一套稳定、复苏，然后过渡3阶段计划。佮讲靠亚索菲亚号行动背后有委内瑞拉政府的配合，而且佮强调委内瑞拉唯一对外互人原油摕到收入的方法，就是配合美国加美国合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了后，头一届去中国访问，也毋过伫2个月内这嘛是伊第2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咯。双方伫经济甲科技的领域签署真侪项合作的协议，也毋过外界嘛认为讲中国的限韩令有机会会当解禁。李在明伫上海开记者会，伊嘛拜托中国会当正做南北韩问题的中人。 南韩总统李在明去到北京了后，初六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见证15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甲环境保护。南韩媒体观察，李在明这届有骨力咧修复双边的信任，想要化解长期影响南韩文化甲旅游业的限韩令。李在明初7来到上海参加中韩创新创业论坛，也佮甲中国机器人握手。伫记者会，伊对双边解决无共意见的进度表示乐观。 이번 방중은 생각보다 더 많은 진전들이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교감도 많이 이루어졌던 것 같고 또 여러 예를 들면 대립할 수 있는 사안들에 대해서도 아주 원만하게 해소할 수 있는 길을 찾아냈던 것 같습니다. 针对愈来愈紧张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李在明甲中国提出要求，希望北京会当发挥区域大国的影响力，推动甲平壤之间的和平通信。虽然北韩伫李在明去访问迄天，搁在试射飞弹，不过李在明强调，南韩长期尾拢是甲对话大门拍互开。针对首尔的呼吁，习近平是互伊肯定，不过同时嘛提醒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需要真有耐心。 중재 역할을 좀 중재자 역할을 평화의 중재자 역할을 좀 해주면 좋겠다 이렇게 얘기했습니다. 시 주석께서는 지금까지 노력을 평가하고 인내심을 가질 필요가 있다 이런 얘기를 했습니다. 除了严肃的政治议题，李在明也算软外交。伫社群媒体分享伊甲习近平红包的自翕的相片。李在明表示，这张相片是用习近平去年送的小米的手机翕的，展现双方个人的交情甲互信。除了南韩积极修补甲中国的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要伫13访问中国，这是加国领导人伫2017年了后，让高档搁再访问中国，显示伫美国贸易政策的无确定性之下，各国甲中国经贸甲外交的关系当咧出现一寡变化。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译。再来看叙利亚北部政府军甲库德族的武装分子发生冲突，嘛已经至少造成11人死亡，阁有真侪人受伤，有超过45000个人离开故乡。传出讲美国嘛已经出面调停了。
几60个家庭伫阿利坡的一个清真寺避难，有人摕简单的行李离开。叙利亚阿利坡冲突进入第2天，政府军加库迪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伫2个库迪族村发生激烈的攻击甲枪战，造成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甲政府控制区拢有死伤，拢讲对方爱对这件暴力事件负责。طلعنا يعني اولادنا بقى يتحملوا الضرب والقذايف اللي عم بصير يعني。为切拉交战甲打，规个城市已经有几多万百姓都离开家园。政府军开人道走廊，测试中岛进前有850人为这个管道撤离，暗时累计超过45000人无厝通住，大部分往西北城市阿夫林的方向去。阿利坡机场、高速公路拢关起来，市中心嘛袂行哩。叙利亚哈萨卡县几6000个库迪族人上街头抗议，声援2村的居民。أوكم حتى إيجو يعني وك إنجام قرتنا سفيلا ونقشخانة وملتي ود وان تاخذ جيان دكن. ليش عم بتصير هالتفرقة؟ ليش العنصرية؟ ليش؟叙利亚官员当拍拼推测一项叫做解决叙利亚严重分裂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按算甲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加强政府整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无愿意放弃第14年的战争所赢的主治权，也有伊斯兰国的加石油资源。前总统阿塞德倒台1年外，甲打叙利亚的局势也是真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今仔台股是起起落落，台积电盘中是起到1700块，佮加上今仔金融股的表现是袂歹，所以指数上悬是起到30593点哦，又个创新高。也毋过最后收盘是74点，收伫30360点。台积电今仔发出上7亿的股息，因为台积电有7成拢是外资，所以部分的资金有汇出去，嘛造成新台币换美金早起是落到31.6块，落尾1角。今仔早起开盘1点钟哦，指数又个创新高，也毋过联电、日积电佮有伟创等热门股今仔是大落，所以指数又个平乌，伫30400点左右震动。台积电的股价今仔上悬是起到1700块，收伫1685块。因为台积电今仔配发现金股利5块，发予股东1296亿，嘛造成新台币有真大落价压力。今仔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哦，上济是31块31.6块，落尾1角。再来看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今仔排成临港刑事法修正草案，法条哦还未一条一条审查的时，条约立委都轮流上台去发表意见。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是认为台因阁无社会共识，爱脱稿来处理。也毋过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是烦恼讲，若无开放台湾少子化的状况会愈严重。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嘛批评讲，有部分民进党的立委是以意识形态来阻挡这个法案。人工刑事法已经几年无修订，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临时变更议程七八排审人工刑事法修正草案，今是开放代理孕母真做上大的争议。法条还未开始逐条审查，条约立委都轮流就台定述发言。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认为，台因有缘无社会共识，爱脱稿处理。也毋过国民党立委陈正辉表示，单身女性也是女同志，若子宫无健康，也会防排除伫人工刑事技术台湾少子化现象恐惊会更较严重。代理孕母也是一个人，她不是一个生产工具，把女人的子宫当成生产工具，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卖。这个社会敢真正拢安尼？当你是在女同志，或是你在单身女生的这个范畴内，未来想应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其实你也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子宫。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伫议场也白也表达立场，也表示有一寡想要生刷子宫病变的女性，确实有代因的需求。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也拢捌表达支持。伊即期部分民进党立委要以意识形态阻止法案通过，所谓脱稿都是以脱代骗。我们整个版本的核心，第一个就是保护代孕妈妈。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认为对台湾的女性自主权没有信心吗？重点在扩大这个单身女性或者是这个现判的这个女同婚，那么本身呢有这个子宫的情形之下那么怀孕的这个生育权。
因为20个提案版本草案中有5个涉及大型城市，引起外界议论。对此，卫福部强调，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主要精神是落实女性生育权。另外，大型议题伫社会犹原有一寡争议，需要更加侪时间凝聚大家的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若八要杀无在即投票，草案上紧后礼拜有机会并三拖。民进党是提出讲，投票日甲投票的前一日拢放假，要来反制。内政部嘛表示讲，若全面来实施无在即投票，恐惊会破坏投票秘密。另外，伫对势力嘛有可能会大动员来影响选举。 2076要地方选举，暗过有人因为读册，伫外县市工作，无法度伫户籍地投票。民众党团提议用基转投票，或者是到指定场所的方式，伫无在籍投票法制化。目前草案伫若白联手之下，政府指头内政部表示，若施行，毋奈造成全部复杂，无法度制平，恐惊影响公平。会将导致各该移转投票选举人的投票秘密无法维护。 境外敌对势力及其他不法人士也可能借由此扩大动员规模。民进党团也向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来下阵，主题伫投票日甲政治日拢爱放假，各级政府机关提供并交通补助，暗过学界看法不同。在 AI 时代，其实最能够提高大家信任程度的就是纸本。如果说我们担心大家因为各种工作啊，或者就是移动的困难，或者是这个要请假红的成本太高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让大家有一个更充裕的时间去做移动这件事情。世界各国的投票率啊，一般采行强制投票的投票率会比较高，采比例代表制的投票率也会比较高哈。所以这是关键，不是前一天投票要放假，甚至礼拜天放假连放3天，刚好去旅行啊。 民进党强调，希望透过今摆投票节放假的熟悉方式，用加放一天来解决。共党是开放态度，暗过强调，甲无在籍投票无冲突。多提供1天的假期，让选民有机会好好的去思考，我要投给谁，谁才是我合适的人。目前的做法看起来，在籍投票很笨，但是至少户籍明确。执政者应该对自己的选务要更有自信心。为什么别的国家做得到？那 台湾做不到，移转投票跟放假1天这2个本来就是2件事情。中山会书面报告指出，加放一天假的建议，在无影响公平性之下会尊重。那强调无在籍投票为选举人的申请受理造册到选票的印制保管、算票等定数，拢会互选部高度复杂，爱心性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政府宣布讲，营养午餐免费，家人嘛随响应。早起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讲，115学年度开始台中的营养午餐嘛免钱。高雄市伫早起嘛宣布讲，要提供各中小免费的营养午餐。佮讲特殊费工作奖金，佮要增加1.55倍。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讲，苹果营养午餐免费是需要46亿的预算，因是全国负担上重的，会佮甲新北市议会来参详。 为着要照顾囡仔的健康，学校的营养午餐真重要。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发出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家人市嘛对地响应。加上桃园自2023年就已经免费，800支桃生活款当中，剩新北市也无啥无税。那到当中的台中市长早起嘛宣布营养午餐免费，随被新北市府记者会顶头，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若准备推动爱投入46亿的预算，未来会搁参新北议会来研究。 因为新北市如果营养午餐免费，大概要投下46亿元，也是全国最高的。在全国最高的预算的过程当中，今年的预算过了，会不会顺利编在明年？我会盘整整个财政状况，做好适时的调整。 另外，新北市的孤岭幸福州宣布自2月23开学日开始实行。教育局长表示，户口内伫新北市也是伫遮读册，2岁至12岁的囡仔，逐礼拜通领1罐免费的牛奶。若是袂当食牛奶，嘛有豆奶甲酸牛奶通选，通伫超商、超市7大通路通领。然后今年政策自8月31开始嘛扩大到国中，拢总投入4.29亿，有44万的学生通适用。 2款的卡片一个是2到6岁是幸福卡国小是儿童卡那因为以前幼儿园是无卡今嘛是我们特别制作的一个幸福卡我们的小朋友只要凭这个幸福卡就可以到我们的7大通路去领牛奶。
教育局表示，若像偏远地区较欠超商超市的通路，会采用专案配送到学校也是指定的地点。互寒暑假的时，嘛拢有通好正常供应，确保每一个囡仔拢受到照顾。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高雄市台东病院的经营权，去年由中间病院接手，因为甲当初讲的薪水佮有劳动条件无同哦。到去年的10月，已经有105个医护人员离职咯。今仔早起，台东病院的工会嘛招上百人去到市政府抗议，因是要求市政府爱主持公道。大社发市长当期卖出来主持公道，高雄台东病院工会车牌带900几个医护人员来到市府大门口认真抗议。工会表示，台东病院去年1月7日换中家病院来接手经营，当初讲留落来的人薪水福利、劳动条件拢会比进前搁较好，不过全部跳票，那薪水奖金拍折，一个人搁爱做几个人的工课。到去年10月为止，已经有105个人离职。这些数字不只是数字，它代表的是医疗量能的下降。有一个病人来申请病历，我问他说：“你申请病历要做什么？”他说他一直等不到住院通知。我光年薪就比去年高一发给我薪水总计我统计后少了15万。我的工作量跟我的付出根本不足以用这个薪水来比拟，因为我一个人做了好几人份的工作，可是迟迟都请不到员工，争不到人。代志愈做愈多，薪水却愈领愈少。针对台东工会所讲的种种指控，中家病院发声明回应，所有管理制度拢合法合规，这些指控拢无事实的依据，将会保留法律追诉权。市府方面，由副秘书长王启川接下定情书，针对工会诉求，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中家病院拢有照合约在行。依条文、依合约，我们逐一检视。那我们大概初步的认定在整个的保障的这个义务上面呢是有符合的。伫咧接定情书的过程，工会人员因为不满市府无回应明确的回应，双方一句来一句去，愈讲愈无欢喜，加在无发生更较大的冲突。医护人员带袂掉，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病院的医疗品质。大家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唔通影响到民众的就医权利。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这几天华人的天灾不断，华人县的高普克报道率是无到6成。县政府即马是提出交通的补助，要来提供外县市来到华人的公务人员补贴，望讲当来增加报道的人数。为2018年2月7日大地震开始，花莲小林线发生几多件重大天灾，像讲2022年918大地震、2024年403大地震、2025年923江河大水灾，结果造成高普克的报道率较无6成。就是因为最近花莲天灾，然后造成新进同仁或者是一些想要回来花莲就业的同仁，报道率有降低。那为了提升报道率，我们就提了一个计划，就是补助外县市的同仁，如果愿意来花莲服务的话，我们每个月有补助1次交通费。根据县政府人事处的资料，目前花莲县政府公教人员差不多6000多人，涉及外县市的同仁有1600人，占总数的1/4。为了提高报道率，也加予已经伫花莲服务的公务人员福利，县政府编列3200多万，提供涉及外县市的同仁，每个月当补助交通费1届。像我老家在南投，那每次往返那其实都花费不少的费用。那如果每个月能够至少有1次的补助的话，那也会增加我在这边工作的动力。不过，这项计划预算目前也无通过县议会审议。县政府表示，若是通过开始实施了后，补助会当为115年的1月7日开始算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太平一间卖海产的店，和查到讲越南蚵仔假做是台湾蚵仔在卖，嘛已经卖5个外过咯。台中检方是依照违反食安法，佮诈欺等罪嫌起诉这间店的经理。海产摆满满，强调现楼啊上青，不过即马已经看袂到蚵仔。台中太平区这间海产行，叫检方查出进越南的蚵仔，不过产地煞打台湾家己当少，就期的时间大概5个月，互唔知影的消费者当作是台湾的蚵仔。最近真早结束，以违反食安法，还有诈欺取财等罪嫌，甲店经理提起公诉。不过当事人背回，家己嘛是受害者。我有请他寄来给我测试。可是测试完，我说不行，你不要给我送越南的，我就是要台湾的。他可能有混杂，我们也不清楚，是这样子。后来是那个
警察局过来，我们才知道他又掺杂了。经理指出，迄时云林口湖的搬商有甲讲，有一批蚵仔为越南来，毋过伊感觉品质无好，就要求爱换台湾的蚵仔。毋过厂商嘛有提出相关的证明，所以才用台湾的蚵仔来卖。代志压空了后，就已经停卖蚵仔，以后嘛会较认货头。传统市场的单嘛讲，入手过冬了后，台湾的蚵仔甲进口的蚵仔比起来，确实有差别。颜色比较黑的就是台湾的啊，颜色比较白的。它就是进口的、啊，你等一下去看别摊的，它颜色很白很大，因为台湾的它冬天都比较小啊。台湾的这个气候的变化蛮严重的，产值能量也是有限。头家讲，寒冷受到气候影响，台湾的蚵仔产量较少，而且嘛较细密，越南进口的较大米。不过，若要真正查到产地，阁要进一步检验。嘛提醒民众伫咧买进前，会使问头家产地是倒位，买食进前嘛要洗好清气，嘛要煮好熟，确保安全。公视新闻林建生台中报道。台中古关的温泉真出名，也毋过最近市政府稽查发现讲，有业者无合法旅馆营业登记证，嘛罚款120万。也毋过这间防处罚旅馆是个继续在营业，市政府嘛表示讲，因会个继续稽查，卖当来连续处罚。伫当天，真侪人到台中和平区的古关浸温泉。其中一间依道一色温泉会馆，因为无合法摕到合法旅馆营业登记证，台中市管理局去年月初发现医院的经营，今年12月将发展观光条例罚120万，告命令停业。因为他那个开那么大哈，没有登记，对，是觉得很奇怪。就是像这种状况应该很多啊，就像露营区也有很多并不是合法的呀，这种状况蛮多的。依道温泉过去就捌因为无摕到合法建筑照，无法度摕到温泉水，停业2年。不过去年10月伫官方网站公告恢复营业，即马有人来大告浸温泉的人，业者表示已经合法建造，搁摕到水权，咧测试水温，人客是进前已经被通关，咧向管理局申请旅馆营业登记当中。针对我们的水源、温度，在做这样的考量。对，我们在评估这一块。在测试当中。去年10月30号，稽查获经营事证明确，依法观光条例裁罚新台币120万元，并勒令歇业在案。该指已列管纳入排程再次稽查，如能继续经营，将按次依法裁罚。台中市府强调，经过并定停业，有权是继续经营，应照发展观光条例按次来开发。这个业者已经列管，下6日白天，搁一摆来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无家己的粪扫焚化炉，为着要粪扫减量，犀利清洁队是甲资源回收分甲真有哦，分超过20种的回收物，嘛互厂商愿意来收。去年150栋的回收卖200多万，回收的量甲卖钱拢比过去加1-2成，所以公所嘛变奖金，要来鼓励清洁队员。清洁队员脚手尾抓，将塑胶垃圾一个一个捡出来。空杯啊顶悬，阁有10批5色的回收物啊。经过清洁队员详细筛选，就是要确实做好资源回收的分类，唔但会当提升厂商收买的意愿，阁会当达到垃圾减量。之前在外面捡的东西，它就是有些部分的东西没办法捡出来，变成造成垃圾量会比较多。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垃圾减量，回收量会越来越多。即马呢，因为有咱的这个设备呢，经过劳建局里位争取到这1300几万呢，来做到咱的这个细分内长优化的这个用输送带来扣的这个资源回收呢，即马呢嘛增加到1成至2成啦吼。西里镇公所表示，因为原来无垃圾焚化炉，为着要让资源回收分类做更较好，达到垃圾减量，公所透过宽管署经费补助，设置资源回收厂。伫113年底完工正式启用，114年资源回收物累计达到150万吨，比1年增加1-2成，所卖金额200多万，会纳入一定公库。卖出去的这资源回收的大概200多万，200多万的这个费用呢，拢归入咱的镇库啦吼。归入镇库之后呢，咱公所呢就会变得预算来回馈予咱清洁队员，咱呢包括着因的这个清洁奖金。
赛例清洁队表示，资源回收厂拢会定期排班派员进行分类，总共超过20类以上。不过也是有发现部分民众回收做无彻底，譬如讲将食无完的便当直接等入回收桶，呼吁民众爱对源头做好回收，唔但会当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嘛会当达到垃圾减量的目标。公司新闻王伟雄婚姻报道。中华县环保局用科技执法来处理噪音。去年伫湾林市的山卡路开出179张的罚单哦，佮掠到200分贝重型机车的噪音违规。环保局嘛表示讲会佮加强来处理。车驶伫路的雄雄加速，油门吹落去，沿东港放叫，声音有101.2分贝。这台重型机车经过8架路段，声音嘛有104.4分贝。违规的行为全拢互声音翕相机翕落来。中华县环保局公布去年声音翕相机科技执法成果，其中湾林市山卡路罚单开上济，附近居民嘛讲，半暝定定互改装车行精神。奥多拜改装车改到安尼。我这差的，比如讲超1公里远开始，我都听到这些声那个鬼啊呢！机车、货车还有改装，几乎都改装车比较多啦。以前学生也有差，学生比较多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来去。其实学生的机车改装比较有速度，都蛮快的。根据中华县环保局的统计，去年全县噪音处理第1名的是湾林市山卡路，计共开出179张罚单；第2名是湾林大道，第3名是分园的139管道，拢是车流量侪的车路。高噪音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呢，是在本县的一个园林的一个三角路。那它主要呢，是因为它是平行我们的中山路的一个台一线，就是有衔接我们彰化县的一个139县道。那因为我们园林呢，本来车辆数就很多，所以其实它就是造成我们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中华县环保局表示，除了跑车、重型机车，其实违规处理有不少是小货车、轿车加机车改装的。目前县内有12个固定式甲3个移动式设备，今年嘛会阁增加3套移动式的声音翕相设备，强化对噪音车的机动处理。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来看有98栋历史的新德馆历史建筑新保的西河堂，去年是争取到文化部5000万的修复经费，也毋过去年12月27日大地震，因的厝顶又搁放弃。新德馆文化局会勘了后决定讲，要来先加强保护，才个赶紧来发包修复。直接脱落，就掉下来。好在那天晚上没有人在这里。看到土骹满满拢是祖厝的厝遐，后在子孙生活内实在真唔甘。新德馆历史建筑新保西河堂，因为保留客家族群传统建筑，也有98年的历史，想要到修复计划也未开始，到去年底规模7个地洞，又甲海厝顶崩塌去。我们之前那个文化局还没有维修之前啊，是会漏水的。我们把它这个先这个遮雨棚了，类似遮雨棚了。我们防止它漏水，继续会，如果说一直漏水的话，这里可能就会倒塌。屋檐这个当天晚上那个地震晚上就要垮下来了。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新保西河堂伫当地是真出名的建筑物，除了是代表传统客家风格建筑以外，内部壁刀顶还有真侪彩绘壁画，希望政府爱赶紧进行修复。很久以前就在沿着屋顶上面搭了铁皮屋，来保护做第一步的保护。可是到现在还没进行修复，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动工，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会越损坏越严重，以后修复可能就很难了。我们其实已经有启动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哦，那也非常感谢文资局已经也核定我们的补助哦，有总经费是5000万元，那我们也会后续来包括这个整个招标的机制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尽快来启动。文化局指出，为了安全，目前除了先暂时伫电动附近抽线，提醒民众莫挖井以外，所来卖赶紧发动修复计划，和新保西河堂恢复原地风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2月要举办的台北国际册展，泰国第3届要做主题国，卖用泰国的故事册、小说等等来呈现出泰国文化的多元。今年比利时、捷克、法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买来设国际馆，文化部嘛鼓励学生会当用文化币去设册展卖册。桌顶有真侪无同国家的册，今年台北国际册展主题是泰国。泰国主题馆拢总有37间出版社参展，
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包含泰国的绘本、小说、汉笔的路等等的作品，嘛有10位作家、创作者来台湾交流。泰国出版书商协会讲，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会当进一步和台湾合作，强化连结。We have the most popular GL publishers come here to Taiwan to have her first introduction with the Taiwanese audience. 主办单位文化部表示，这届是第3届邀请泰国做主题的国家，会透过历史、政治等等多元的类型出版品，来呈现泰式创意生活的主题，也让民众通好透过册展来了解东南亚的文学。让读者能够从味觉、听觉还有身体到语言的部分，让我们来全方位的感受到泰国的创作的灵魂。对这个书展的重视的这个热潮跟大家的热情越来越高，所以在2026年来申请参展的家数跟展位也是破纪录的这个高哈。台北国际册展打算伫2月初3至初8，伫世贸1馆。除了主题馆有展览泰国的创作，目前初步的规划也有捷克馆、法国馆和印度馆等等。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来踅册展，嘛鼓励学生使用文化币。记者陈心东、王志刚台北报道。来看澳洲昆士兰的一个都市金皮，最近这几天保育的一种野婆数量上侪啊，因为马赛生臭味、噪音、环境等等的问题是真困扰哦。地方政府希望讲中央联邦政府会当协助来处理这生产了上过量的野婆。路边的树林内底看起来好亲像被鸟鸟仔咧飞来飞去，毋过详细观察，所发现这鸟仔好像是倒挂伫树花顶悬，原来飞来飞去的毋是鸟仔，是皮肤。在澳洲昆士兰州，虎虎是受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甲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保护野生物种。毋过，为2010年开始，因进入当地都市禁皮，迄群生团数量达到惊人数字，开始影响居民生活。The bat drop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trees, because when they're hanging off the trees, they actually weaken them and they start collapsing. 居民内文表示，这皮肤毋但破坏树仔造成死亡，也无法度互其他动物伫门口埕咧佚佗，因为皮肤的白色灰或者是死亡尸体，拢有传染病风险。加上这皮肤常常无分一mê一直叫，拢互居民烦恼会对人体甲厝内底宠物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居民想要修剪树蛙，减少皮肤生团所在，或者是装灌溉喷水系统来赶走，毋过效果无够好。因为这皮肤伫澳洲的生态系统内底扮演重要的受分角色，受州政府甲联邦政府立法保护，无法度扑杀。金皮市长已经向中央联邦政府寻求协助管理赶走皮肤，佮要求州政府甲聯邦政府提供幫散回顧方案，補償居民的損失。You need to buy out these homes. They are worthless. No one would go and purchase a home and have bad excrement and noise 24/7. 目前，澳洲联邦政府用拨钱超过5萬澳元，相當106萬台票，予金皮市府協助管理趕走皮膚。毋過對是毋是提供幫散回顧政策卻無回應。動物生態學家建議，將呢生態地樹仔食物轉離人大所在，無得較應減少對居民的影響。公司新聞陳時東報道。再来看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旅館用 AI 機器人來接待人客，協助登記大房，可以當鬥相共來解決各種問題，嘛互人客真娛樂。咱做伙來看賣。Welcome to Autonomous, the first truly AI-powered hotel. 伫咧博缴出名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有一間旅館用真型機器人迎接人客。Call them a concierge, but we want it to be much more than a concierge. We want it to be your best friend, right?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这个合作Auto的机器人会当讲超过50種語言。旅館的創辦人表示，為訂房間、簽房間、囡仔的數量，一直到你介意什麼款的咖啡，伫你大入去了後，撞到大細項代志，Auto 攏會當家己鬥相共，甚至提倡破刀賣使。Otto, what i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in Las Vegas tonight? With a good dose of humidity at 74%. As evening rolls in, I'd guess we'll see it get a bit cooler. 旅館的主人講，假使你和你的女伴冊心情鬱卒，麥當甲Auto透心事，也若博繳城市當地有啥物好看的秀，Auto麥當甲你分享。Who do you prefer? Is it J-Lo that's having a show in Vegas right now, or Shakira?
Which one is you prefer? Oh, that's a spicy dilemma. J-Lo's got that show-stopping glamour, a full Vegas spectacle, sequins for days. 人工智慧长时行，会当深度思考学习的人形机器人，已经会当做旅馆接派各种任务，让旅客足享受。当人类拄到人较欠缺时阵，人工机器人有影是上好的伴。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华东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